成語狐假虎威。自戰國策，意指狐狸借老虎的威風去嚇唬其他野獸。一天老虎在森林中尋找食物時捉到了一隻狐狸，就在老虎準備吃掉它時，狐狸狡猾地聲稱自己是天帝派來管理百獸的使者，誰吃了它，就是違抗天帝的命令。為了讓老虎相信，狐狸讓老虎跟在自己身後，去看看百獸見到它時是否會逃跑。結果，百獸看到老虎在後，全都驚慌逃走。老虎誤以為他們真的是怕狐狸，便放了狐狸。寓意，比喻那些沒有真本事，卻靠着權勢者的權威來嚇唬人，作威作福的人。例句，他不過是個經理的秘書，竟然狐假虎威地教訓起客戶來了。